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警察做酒测，民众来崩溃，可能会有烂手，会来碰到警察的手。嘛有医师来担心，这个酒测器会来传播病毒，所以内政部长徐国勇来宣布，全国性的酒测暂时来取消。若地区性的酒测，若有需要，也是会做。也毋过有部分的地方政府无赞成内政部的做法，讲安尼一来，恐惊因为啉酒开车受害的人数会比患着病毒的人也搁较侪。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日是讲，不管中央或者是地方，拢袂使拍折。虽然疫情紧急，这啉酒开车也是照常爱抓。明早每一台车惊民众啉酒开车，但是因应武汉肺炎的疫情，内政部调整全国性的酒测，像扩大酒驾临检啊等等这些全国性的，我们现在暂时在这一部分里面，为了警力的调配，防疫优先，所以才会停止。但是地方的这些地方的酒驾是还是会抓。酒测前会把酒测器本身会先进行消毒。用套报漂白水对酒测器消毒，再搁加密封的雾气讲疼过，装酒测器就会当正常。不过日前有医师担心，武汉肺炎患者受测可能会将病毒吹入侦测器，若下周的受测者会被感染，警员可能会受害。酒测器恐惊会加做病毒的传播。我们的这个吹嘴都有这个逆止的一个功能，所以原则上上一个吹气进去，就算在机器里面的，它是没有办法逆流回来的。所以不会有说这个被感染的问题。我们随身也会有这个酒精或是这个稀释的过后的漂白水，可以针对这个双手去做擦拭。只是取消全国性的酒测，敢袂因此有法律的假期，颠倒互啉酒开车的人变多咧。这个政策，台北市甲新北市拢表明袂跟随。警方强调，也有其他治安性的巡查，作为防止啉酒开车，呼吁民众毋通心存侥幸。